向陽文教基金會自民國78年成立，到現在已經滿36檔。當初由立啟智學校創辦人鄭有俊校長來創立，當年投入弱勢族群的關懷甲教育的服務。112年開始專心推動文化甲教育的事業。3年來已經在台南甲外縣市設立8個公益的課後輔導中心。歷經透過議員的牽線，今年將在善化甲六甲來設立新的據點。37年來，從第一間到現在，不斷的在擴展我們的一個文教基金的一個教育的推廣。那我們知道，教育其實在我們的一個城市裡面，它是一個最基本的、最扎根的一個基層。然後，那如果說沒有教育的話，其實也沒有文化了。然後，那當然不能窮教育啦。那其實，在台南市來講，不管是文化教育的底蘊也好，我們在台南市其實都是非常的充足的。每一個點的成立，那尤其我們從市區到現在比較偏台南縣。不要說偏向，但是教育資源，我相信市區一定更多的更不足哈，所以在場很多校長應該都可以體會到這一點。那許多的教育理念，大家都是教育業者，都是教育的從業的老師，所以一定比正好懂得更多。但我想作為一個民意代表的話，我們更多的希望把資源運用在刀口上，分配在需要的孩子身上。再次感謝我們向陽基金會的我們的一個堅持啦。其實這個招募老師真的是不太簡單，所以說在此還是呼籲一下哈，我們現在的話如果有心參與我們向陽基金會的老師們，我們可以來這裡報名，可以讓我們小孩子可以多一點不同的一些的課程，讓他們其實在思維上面有更廣的一個想法。社會上面有很多善心的單位善心的團體給我們向陽文教基金會的資金的這個贊助，我們真的是感銘無內。那我們今天能夠辦到第10個點，其實都是執行長勉勵。透過議員的媒合，現場包括民政、社會、甲教育局的主秘、專委，以及六甲國中、國小、甲善化、大新國小的校長，攏到場出席。感謝基金會願意來付出，幫助弱勢學童教育的支持，甲陪伴。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